今仔日是9月中阳，卫福部上新的统计，到今年的9月为止，台湾的百岁人数有4721个人，比去年增加600多人。其中上届长退休的人数是住伫台北一个718岁阿嬷。南投德山的指南宫，为着要来庆祝到9月中阳，连续20多年，把土地公的金牌摕来拍手指，送予庄仔头的长辈。满70岁者送1钱，满90岁者送2钱，活愈久就领愈多。廖先生点出10支镜头啊，真欢喜，因为于10当前开始，伊当年拢摕到免费金手指，即马10支镜头拢有啊，真欢喜。10卡，即摆目前扛起来啦，送我，本来遐囡仔哪济岁，哪济啊？我压6卡，感觉很温馨，给妈妈看一下，然后就帮她收起来。要这个96岁老大人，是为90岁开始，当年就领金手指。南投指南宫当年伫中央的时，会送附近4个里的老大人金手指。阮这个金手指吼，已经发20几年啊。较早就因为真济吼，人甲土地公伯啊，搭时就拍金牌吼，有土地公伯挂，所以吼土地公就为着要感谢吼那只老岁仔人，所以伊甲伊的金牌就拍手指。指南宫所在地社寮里，满70岁以上的老大人，就会使领1钱的金手指；90岁以上会使领2钱的金手指。今仔附近3个里是针对90岁以上的老大人送1钱的金手指。今年中央节，指南宫总共送出259卡金手指。延续到当20几年。因为这个手指无共，就是用伊的金牌拍，所以这些老大人吼都会比较珍惜。依照卫福部统计，到今年9月为止，台湾百岁人数有4721个人，比去年增加600多人，这是新纪录。全国上老的阿嬷118岁，就住伫台北市。除了医疗进步，保持轻松的心情，生活正常，这就是长退休的秘诀。